今日一早咧就要去做腸科儀，睇下估下我去緊邊。松蔭園都係第一次嚟睇，地方好大，有2層喺呢度。松蔭園咧係佛道科儀都有嘅。咁今日呢個齋主咧係做廣東佛事嘅，但係想做一場破地獄，所以咧就加插咗一場道教科儀喺裏面。準備開始，搞掂咧，而家就返去診所，因為約咗個客陣間做治療。呢個客之前長期受到頭痛同失眠嘅困擾，嚟做咗1-2次秘法治療之後呢，已經大有好轉啦。咁呢個腰底部有陽性反應點啦。咁平時腰嘅經絡就會唔通啦，如果咁樣就會腰痛啊嗰啲咯。幫個客貼咗2月，執埋藥，今日就搞掂，收得工啦。